傳入嚟，揾唔到射波啊！傳咗好多腳噶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噶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，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森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！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比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森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比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森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森。咁啊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。